老犬要瞓多啲先會長命，最後玩死咗自己，令到佢嘅肌肉量急劇咁樣下降。養狗好考耐性，狗狗除咗體力嘅活動，我哋更加鼓勵佢哋多啲用個腦，多啲用唔同嘅感官。當你能夠安排多元化嘅活動俾狗狗嘅時，佢哋都會更加容易滿足。就好似依家呢個狀況咁樣，佢開極都開唔到，我哋就需要去幫佢，俾少少成功感，令佢揾到當中嘅樂趣。最後點樣可以保持老犬嘅活力嘅秘訣，就係多啲同佢出去社交，同埋玩下尋寶嘅遊戲。另外，周不時就會用一啲美食去同佢探險。